好啦，嗱，我哋咧就成日講起話喺香港買樓就好痛苦啊嚇，咪以為揸住200萬就好富貴，原來係買唔到樓嘅嚇，甚至咧要阿爸爸媽媽出埋手，係然後至可以叫做上到車啦咁。咁啊上一集講到話原來200萬可以喺吉隆坡買到個好核心嘅700尺物業。OK， 我識啲朋友富貴啲嘅，嗱唔好話200萬，400萬都攞得起。喂，如果400萬咪仲犀利？如果400萬等於200萬馬紙嘅話咧，你可以買到咧喺我哋星光大道上巴比倫商場正隔離啊，就好似你廣東道咁樣嘅地點啊。哇，廣東道啊！係啊，咁嗰個咧就係精裝修，又係攞住個包就入去住㗎啦。嗰啲裝修最少啊都要成百零萬㗎港紙，都唔平㗎。咁又全部咧成座咧嗱。11樓有11層係 shopping mall 嚟嘅，咁呢啲地點咧，成個星光大道上咧有成7間嘅國際性5星級嘅酒店，有5間嘅 shopping mall，你對面有飛輪海 shopping mall， 有 Lot 10 shopping mall， 有嗰個金河 shopping mall， 咁樣最核心嘅，真係成個黃金地區嘅心臟㗎啦，嗰種至話賣200萬啫，所以你話係咪天堂咧？馬來西亞，哇，真係離譜喎！喂，你知唔知我諗起邊個啊？我諗起咧，香港有一個叫凱旋門啊，係嗰度嗰啲咧，哇！嗰棟嘢真係獨一無二㗎啦，直情係咁。如果聽你咁講，第二部咧，其實咧好多明星嚟買㗎。我哋一個明星叫江若恒，又係我哋嘅好朋友。台灣有名㗎嘛？對，喺中國好出名㗎。有好多你哋香港人都有嚟買。咁我哋覺得，哇！呢啲帝寶佢哋一睇就流晒口水，200萬啫馬紙，400萬港紙，成800尺啊，成800尺。咁全部裝修包晒。全部嘅家私啊，或者係牀啊，仲有mill 嘅嗰個 electrician， 即係講全部電器都係德國貨嚟嘅。即係講得好聽啲咧，就好似咩咧？你住喺廣東道路有一個好矜貴嘅 apartment。係啊。一落街咧就好多高級嘅 shopping mall 喺你旁邊。係啦。係咪啊？再唔係咧，就喺隔離咧揾間好高檔嘅咖啡店，飲下咖啡，飲下啤酒。全部5星級酒店，下午茶任你飲，含你揀9間啊！嗰啲5星級酒店圍繞住你，咁核心嘅地區正話賣400萬港紙。唔係，最重要係嗰個升值潛。係升值好緊要㗎。係咪啊？咁一樣㗎，佢個租金咧都唔會少過6厘啊，5、6厘一定有㗎。喂，咁你唔住咧，你租翻俾我得㗎啦。如果我經常要去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係附近嗰度公幹嘅，我唔住酒店，買咗嗰度落嚟作為我即係旅遊或者係辦公出公幹住嘅地方，絕對可以啦。好過酒店喎。因為未來我哋有嗰個龍新高鐵啊嘛，吉隆坡去新加坡個高鐵，咁來回正話1個半鐘，所以買呢啲核心地點咧係包賺嘅。哇嚇！哇！香港400萬都唔知係乜嘢嚟嘅。係啊。係咪啊？廣東道啊，你諗下睇啦，幾旺啊！係嗱，不如咁啦，再富貴啲，1000萬買到啲咩咧？下集講。